唔驚中國打壓台灣佇咧南美洲唯一的友邦巴拉圭，因的總統呢貝尼亞來台灣訪問，由外交部長林佳龍去接機。這是貝尼亞對2023年8月就任以來第2屆訪問台灣。之前有風聲講中國甲因施壓，愛和台灣斷交。不過這貝尼亞用實際行動來證明，台灣和巴拉圭的邦交抑閣友誼是真堅固的。習近平導覽做會活動正熱，台灣佇南美洲唯一友邦巴拉圭總統貝尼亞受咱國政府邀請，來台灣國事訪問。透早到台灣，由外交部長林佳龍親身接機。這是貝尼亞為2023年8月就任以來第2擺訪問台灣，下晡行程圓滿。穿朴素衫，貝尼亞接到台灣科技大學的研究朴素學位，副總統蕭美琴也來見證。之前傳出中國施壓巴拉圭，要求甲咱斷交，不過貝尼亞唔驚壓力訪問台灣，用實際行動證明台巴的邦誼，擱一擺強調台巴友誼堅定。Paraguay and Taiwan share a friendship built on solid foundation: democracy, freedom,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, and the conviction that progress is only truly meaningful when it touches people.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extends far beyond diplomatic formality. Taiwan and Paraguay share a close and steadfast partnership. We have undertaken a wide range of joint initiatives that have delivered tangible results. 台巴到即馬建交69年，根據目前數資料，台巴雙邊目前總額2024年差不多2.4億美金。巴拉圭牛肉甲豬肉等產品，屬台灣的成績也真好。雙邊除了佇農業、教育、醫療甲基礎建設深化合作，也協助巴拉圭技術學院培育科技人才，推動當地產業升級。總統也清調設備，也要用兩種軍力歡迎。國辦長貝尼亞採購大勳章，表彰其對台巴邦誼的貢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